天地龙吟，恶龙出世，翻江倒海，为祸人间，以乱乾坤。龙虎山即替天行道，当斩恶龙！完了啊！完了呀！师傅，需要帮忙吗？死丫头，怎么不等你师傅被打死再来呢？师傅，还不是您让我继承至尊天师耽搁了时辰。再说了，您老当益壮，哪有那么容易死呢？您老可别贫了，这恶龙可不好对付呀。无妨，我林雨薇有一剑，可搬山断江倒海，降妖镇魔。今日我便除龙正道。打完收工。师傅，您没事吧？您老这也太冲动了吧！这次啊，得亏我来得及时。您看您要不夸我几句？罚你，从今天起罚你扫地1个月。哎，我师傅怎么还是一如既往的小气？自己打不过恶龙，就把气撒我身上。算了。家主，你可是南省第一顾家家主，你跟顾总都亲自来了，他们龙虎山也不知道派个人出来迎接一下。这龙虎山天师观乃是道教第一祖庭，不可胡言乱语啊！爸，爷现在病重，我们来龙虎山干什么？给爷祈福吗？我们是来求见新任至尊天师的，现在或许只有他才能救你爷爷了。爸，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应该去寻访名医吗？你指望一个修道的老天师来救爷爷？你不懂，至尊天师可不是一般人呐！哎，请问道长，新任至尊天师可在观中？你们找天师干嘛呀？道长，我父亲得了一种怪病，遍寻中外名医，皆是束手无策。听闻至尊天师医道无双，特来寻医求药。爸，你真打算在道观寻医问药？是啊，家主，这道士只会神神叨叨的修道，哪里会什么医术啊？对，你们说的都对，生病了就去医院，来我道观干嘛呀？你懂什么？至尊天师不仅道法通玄，医道同样无双。道长，请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还请代为引荐天师。不用了，天师很忙的，更没时间见外人。走。哎，爸，你跪下来干什么？道长，我父亲真的撑不了几天了，还请代为引荐天师。这张卡里有5000万，算是给您的辛苦费。起来吧。你是个纯孝之人，钱不用了，我对这些身外之物不感兴趣，我就帮你一把。不是很好办啊？你父亲呢？这是天人五衰，还是挺棘手的。故弄玄虚，还请道长代为引荐天师。听说新任至尊天师修为通天，
比上任天师紫薇真人还要厉害。苍狼江发大水时，是他施展神通法术，一降澜江，免去了灾祸。他一定有办法救我父亲的。爸，你这也太夸张了，神话故事都没这么离谱啊！就是，哪有那么多神通玄术啊？你要相信科学。生病了就得吃药，给。这个药给你父亲服下，就没事了。道长，这药真的能救我父亲吗？药我反正是给你了，用不用呢？自己看着办吧。有没有搞错？连顾老的症状都没看呢，就随便给了一瓶药，这药不会有毒吧？爸，咱们还是找个神医再给爷爷看看吧。这来历不明的药不能乱用啊！不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一定要见到天师。道长，还请为我引荐那个天师吧。爸，那个小道士呢？飞什么？剑。哦，我明白了，家主，你也觉得这个小道士贱是吧？随便不知道给了一瓶什么东西，就要我们带回去给顾老吃，这不是害人吗？我把这个拿走，我去给扔了。住手！今天我们是遇见真正的高人了啊！这是高人给的药，你爷爷有救了。高人有多高？飞上天那么高。我们快点回去，把药拿给你爷爷。哎，走。师傅，你在练功吗？师傅，我弟扫完了。你这丫头，过来吧。师傅，我现在已经继任至尊天师之位，但是我还有尘缘未了，我想下山一趟。为师知道你平日里看似大大咧咧，没个正经，其实啊，你心里一直记得10年前你们林家的灭门之仇。灭门之仇，不能忘，更不敢忘。你的仇家是古武界顶级世家的赵家，以前是师父不让你去复仇，怕你有危险。师尊的全权爱护之心，弟子铭记五内。但是你天资亘古未有，花了10年的时间修炼成了世上唯一的在世真仙，成就和实力也超越了历届所有的天师。你可以下山去为林家报仇了。弟子一定让赵家和他的走狗们血债血偿。徒儿啊，世间不应只有仇恨，还要有爱。当年为师下山游历，曾为你和京海的叶家之子叶天定下了一门天道婚约。你此次下山，顺便把这婚约履行了吧。啊！师傅，你还坚持媒婆呢？天道婚约不可违，而且叶家之子气宇轩昂，去了保你不后悔。师傅，您这个样子真的很像媒婆。混账东西！等会儿，了却尘缘以后，切记要真正担负起至尊天师的责任，匡扶天下，庇佑苍生。师傅放心，弟子知道该怎么做。走了。师傅给安排的婚约对象就在这里了。
这不是龙虎山那个小道士吗？他怎么突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出现了？好的，我马上来。走。小总，来。哎呀，这次呀，有了顾氏的100亿投资啊，以后呢，我们就飞黄腾达了。这也多亏了叶天他的女朋友啊。那是啊，人家顾小姐可是我们南省第一世家顾家的嫡系。等他们结了婚，我们叶家在南省可就横着走了。这庆功宴上怎么还来了个道士？你好，我叫林雨薇，我是来履行婚约的。什么婚约？家师说，曾与叶家上一任家主定下了我和你们家叶天的婚约啊。这人是不是个道士吗？你一个臭道士，不好好在山上清修，想着结婚，结什么婚啊结？我虽然是个道士，但是我早已羽化渡劫，不染尘埃，我怎么可能会臭呢？而且我们正派修士，不禁婚嫁情爱。你乐意爱，你找别人爱去吧。本少可不是你有资格惦记。你错了，我对你的也不是爱，是责任心。天道为证，婚约天成。你们若不让我嫁进来呀，你们会大难临头的。这还真是老爷子的笔记啊！爷爷老糊涂了吧？竟然让我跟这个臭道士结婚，这婚我不结。爸，大哥，老爷子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还天天不着家，就想着怎么多捞点家产是吧？你们这是在以己夺人，我爸才不像你们，一个个掉钱眼里。我是去龙虎山天师观，为老爷子求灵药去了。老爷子的病，连我请来的4大名医之首张神医都治不好，你们真的去龙虎山求来了灵药？老天师闭关了，我们没见到，这是一个扫地的小道士给的。什么？你居然拿着一个扫地的小道士给的药让咱爸吃？你是想害死咱爸爸啊？那是世外高人，他给的药肯定没问题。爸，你真打算给爷爷吃这个药啊？那小道长简直是神仙一般的人物，我是亲眼看见他御剑飞行的。这个药肯定是灵丹妙药啊！爸，这种事情咱们私下说说就行了，当众说出来让人笑话。哎呀，以后你就知道了。顾正道，你是要弑父吗？哎呀，我是要救咱爹的命。作为顾家的一份子，我不允许你拿着这种来历不明的药让咱爸吃。谁知道你安的什么血？二叔，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爸？觊觎顾家家业的是你们才对吧？行啊，大伯，如果你非要拿这个扫地道士给的药给爷爷吃的话，也不是不行。不过如果没有救爷爷的命，后果你们2个要全部承担。你们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如果救不活老爷子的命，你顾青山就要把顾氏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我，还有大伯，顾家家主的位置也得让给我爸。没错，只要你答应这2个条件，我就让你折腾老爷子。不可能，你们别想趁火打劫。好，我答应你们。爸，他们只是想控制顾家的家产，你不能上当啊！我相信小道长的为人，他绝对不会骗我的。爸，这药好像没用啊。顾正道，马上把家主之位给我交出来！还有顾氏集团总裁的位置，立马让给我。我爸也是一片孝心。再说了，爷爷吃了这个药，虽然没好，情况也没有变得更差。你们不要无理取闹。你少废话，赶紧兑现承诺，否则我让你们父子俩吃不了兜着走。你怎么会这样？我可是亲眼看着他御剑飞行的呀！爸，你清醒一点，那小道士都说了，让你相信科学。怎么了？
想出尔反尔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不是好惹的，赶紧把故事交出了，要不然我让你们两个死无葬身之地！顾云婉，我看你是欠收拾。我顾正道向来一诺千金，你们想要顾家，那就给你们好了。爸，你还不知道他们父女俩是什么人吗？你把顾家给了他们，用不了3天，全败光了。这差事了！爸，你好了，我就知道小道长是绝世高手，他肯定没问题。这小瓷瓶的药真的能起死回生啊！什么小道长，什么药啊？爷，这是我和爸去龙火山为您求来的。这是龙虎山老天师紫薇真人炼制的圣药九转大还丹。你在龙虎山见到老天师了？我们没有见到老天师，这是一个扫地的小道士，被我爸孝心打动给他的。既然不是老天师，那肯定是我请来的张神医救好爷爷的。对，张神医毕竟是4大名医之首，他救的吧？我爸为了求药，跑了几千公里，又是下跪又是磕头的。你们现在在这里抢功劳，简直是太无耻了！爷爷，狗东西，你是在侮辱我一个古武大宗师的判断力吗？刚才我已经恢复意识了，你还想抢顾家？你们俩给我滚！看什么看啊？再看弄死你！过来，你那边好了。吴秘书，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再去一趟龙虎山，好好谢谢那个小道士。不用去龙虎山了，我刚才在南省酒店碰见了小道士，他好像要去参加叶家的庆功宴。在南省的庆功宴，太好了，我要亲自过去。哎呀，小林呐，现在时代变了，你拿着这么一份婚书过来，就想让我们接纳你，成我们家儿媳妇，你觉得这个合理吗？你这话的意思是，你要悔婚？怎么，你一个死道士，我堂堂叶家大少爷，这婚我还悔不得吗？婚姻大事讲究门当户对，我们家叶天这么优秀，不是你一个小道士有资格惦记的。我说了，我对他不感兴趣。我此次来履行婚约，那是出于我的责任心，我是不忍看你们叶家受此劫难而已。放肆！你还敢诅咒我们叶家？我告诉你啊，我们叶天只会跟顾家小姐结婚，只会成为顾家的女婿。什么顾小姐？叶小天呢？把叶小天叫出来！啊，你一个癞蛤蟆，你也有资格见爷爷啊？你不会以为死缠烂打就能吃到天鹅肉吧？今天是我们叶家获得顾氏集团百亿订单的大喜日子，是谁在这吵闹啊？哼，你就是当年那个邋遢的牛鼻子老道的徒弟？叶小天，你就这么称呼你的救命恩人吗？我又没求他救我，是他自己说要积德行善，在我身上刷功德，我还没找他收费呢。这么看来，你子孙的行为也是你纵容的。没错，叶天和顾小姐的事情是我一手促成的。小牛鼻子，你就好好的回山修你的道去吧。我的孙子你 hold 不住，只有顾小姐来。人家顾小姐追求我们叶天，可是直接带着顾家的100亿订单来的。你呢，口口声声说跟我们叶天有婚约，你又能给我们叶家带来什么利益？我能为叶家带来什么利益？当年我师尊救下了还是赌徒身份的叶啸天之后，他用叶天的姻缘作为筹码，祈求我师父出手为他逆天改命。我师尊是看他可怜，被他求得有了恻隐之心，才答应了下来，而且还是以折损5年寿元为代价，用大神通为叶家施法，集天地气运为你逆天改命。所以你们叶家才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发展到了青海前10的家族。这就是我为叶家带来的利益，够不够大？我们叶家能有今天，靠的是我叶小天努力的拼搏，而不是靠一个牛鼻子在那儿掐诀的念咒带来的。我师尊为你折损寿元，替你逆天改命，你们背信弃义。好，你们做好了遭受天道反噬的准备了吗？什么天道反噬？当年我师尊签订婚约时，曾上表天地，焚香祷告，这才换来你们叶家如今的辉煌。但是，若你们背信弃义，触怒天道，你们叶家必定遭受天罚，家破人亡。还上表天地呢？据我所知，在这个世上能有这般通玄之能的道修，也只有龙火山上的老天师。你那师傅，一个牛鼻子的老道，他也配？哎呀，你是不是想说你师傅就是那个龙虎山的老天师啊？没错啊，我师傅道号紫薇真人，就是龙虎山上的老天师。龙虎山那是道教祖庭，和顶级古武世家赵家一样的存在。你一个寒酸的臭道士，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我呸！一群有眼无珠的鼠辈。罢了，叶小天，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确定你能接受天谴？背信弃义要悔婚是吧？哼！我叶小天不是你吓大的，今天的婚约我叶家回定了，我倒要看看什么是天谴。有这么邪乎吗？晴天霹雳啊！这是最近梅雨天，响起声雷，还邪什么门啊？快扶起来！这是开始天谴的预兆。臭道士还敢诅咒我们叶家！来人，把他直接给我拖出去，直接打死！是。等等，电话。喂，什么？怎么会这样？爸，怎么了？完了，我们的3艘货轮在海上沉了。因为这事的影响，我们叶氏集团的市值蒸发了2/3，我们现在已经半只脚踏入破产的边缘了。这怎么会这样？你们叶家背信弃义，已经遭到了天道的厌弃，破产只是开始，下一步该人亡了。你少在这妖言惑众！我叶家，没事吧？我的腿突然没了知觉，怎么不能动了？来人，快找个轮椅来！破产，什么动静？怎么了？这是家破人亡。怎么回事？我们叶家不会真的要遭天谴吧？大家别慌，我叶家至少还有顾家的100亿订单，只要有他在，不管出什么事儿，叶家至少还能上几层楼。你还在抱侥幸心理？我告诉你啊，顾家的100亿订单没了。我说的，耶稣来了也回不来喽。江海顾家大小姐顾云婉到。顾家大小姐，顾家来了，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嚣张。这个臭道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妄想嫁给我，被我拒绝之后，就满嘴胡说八道，诅咒我们家。你可得替我做主啊！放心，这口气我替你出了。你挺嚣张啊，敢跟我抢男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需要知道你是谁吗？还有啊，不要拿你的鼻孔瞪我。听说你要取消顾氏集团给叶家的100亿订单，巧了，我在集团里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你取消一个给我看看。哎呀，看你这个寒酸样，我估计你连手机都没有吧？要不要我借你一个，装模作样的打电话呀？哪有那么麻烦啊？
等他一死，这顾氏集团给叶家的百亿订单自然就没了。哼，听你这意思，你想杀我呀？你有这个能力吗？不是没有，是没这个必要啊。你和叶天在一起，本来就是逆天取死，而且印堂发黑，不出7天必定横死。妈的臭道士，你敢咒我？跪下，找死！我说让你跪你就跪啊，你这么听话呢？给我上，把这个臭道士给我废了！是。找了这么一群废物，还敢拿来威胁我？好，我今天就让你看看顾氏集团的能力。福伯是宗师强者，我今天就看你怎么死。宗师，一个练武的也配拿来威胁我？狂妄！顾小姐找来了这2位宗师，今天林雨薇必死无疑。福伯，铁大师，就是这个臭道士伤了我，快帮我废了他！这天下呀，能废了我的人还没出生呢。你也是个武者，家里长辈就没有告诉你，宗师是千人敌，宗师不可辱吗？谁告诉你我是武者？还什么宗师之人不可辱？就算是你们武道巅峰的先天境啊，也只不过是我1指头的事儿。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没有你的嘴硬。哎呀，就这样的实力，怎么敢来威胁我？这2个宗师连林雨薇的边都没碰着，他到底有多厉害呀？这是你呀，就有7天的性命了，我劝你还是夹着尾巴好好珍惜吧。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臭道士，我今天就要把你碎尸万段，把家族所有的宗师全部调到金海酒店。你确定现在就要找死？快去把叶家供奉的6位宗师给我请来！这个林雨薇邪门的很，不把他趁机给他打死，我们叶家将永无宁日。臭道士，你不是很能打吗？今天就看看你到底怎么死！一条臭鱼烂虾和一堆臭鱼烂虾，对我而言没有区别。够狂妄，把他给我碎尸万段，让他见识一下顾家真正的实力！给我上！都给我住手！顾老怎么亲自来了？不是说生病了吗？难道是来见证我们2家合作的？都怪林雨薇这个畜生毁了这个庆功宴。叶天，还不赶快去扶着顾老！哎，好。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出风头了，一定是我叫来太多宗师，惊动了爷爷。他是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敢在京海忤逆我顾家。我最烦你们这种刚打完小的又来老的。行了，你们一起上吧，我赶时间。等我爷爷出手，我看你今天怎么死。我等着。顾云婉，你竟然敢冒犯道长，实在是太放肆了。你不会是看这臭道士长得还可以，看上他了？我告诉你，他打了我，他就是整个顾家的敌人。竟然还敢口出狂言，简直该死！爷爷，我是在替顾家做主，他们却打了我，你应该为我做主啊！青山，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是顾云婉太放肆了，她冒犯了道长。打这种畜生就要左右开弓。行，下一次我一定左右开弓。倒还挺明是非。顾老，是您误会了，是这个臭道士先打了云婉，云婉才生气的。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也敢冒犯我们顾家的救命恩人！
救命！顾家的救命恩人。京海顾云深，拜谢道长救命之恩。起来吧，我也是看在你儿子孝心有加的份上，才随手丢了瓶药给你。道长，您的丹药救了我爷爷的性命，您是我们顾家的救命恩人，我们顾家欠您一个天大的人情。举手之劳。我知道那个丹药是老天师炼的，但您能够拿给顾家，也足以让顾家成情了。这瓶药其实是我随手炼的。他炼制的，算了，这次就不揭穿他了。无论如何，您救了我爷爷的命，我们顾家向来恩怨分明，今天这件事情，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解释。爷，顾云婉这个败类，冒犯恩公，罪不可恕，请您下令严惩。正道，在，给我废掉顾云婉一条胳膊，另外再停掉他所有的费用。是。爷爷，我是你亲孙女，你不能这么对我。在我来的路上，已经听说了你们叶家的所作所为，像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家族，不配和我们顾家合作，把一订单取消。不是，顾少，你可不能取消订单啊！我们叶家现在风雨飘摇，你要是真取消了，我们叶家就破产了呀！破产也是对你们背信弃义的惩罚。顾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他一个道士，就是个神棍，怎么能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他没有救你这个能力啊！小道长对我们顾家的大恩，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说三道四。另外，有我顾青山在顾家的一天，你们家这个叶天就休想踏入顾家的大门。爸，道长，对于我的惩罚结果，您还算满意？就这样吧，毕竟我也懒得跟一群将死之人计较。道长，您刚下山，想必还未找到落脚之地，不如先去寒舍做客，也给老朽一个表达感激之情的机会。顾家是南省顶级豪门，消息灵通，顺便了解一下赵家的情况也好。好，那请。你们最多还能活7天，抓紧准备后事吧。我们叶家彻底的完了。云婉，这可怎么办呀？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哭？我没死，天就不会塌。送我去包扎，我带你见个人。事情办好了，出了一点意外，还没办好。顾云婉，你知不知道本少为什么要屈尊见你？我知道，二少，赵家要入驻南省，需要顾家这个南省第一豪门做跳板。我爷爷他是个老骨盘，他不肯给赵家当口，所以你让我下药毒死我爷爷，好掌控顾家，替赵家当口。那你知不知道，没用的狗是用来杀的？二少，我今天本来差一点就成功了，我爷爷他马上就死了，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龙虎山的臭道士，他一颗九转大还丹又把我爷爷给救回来了。九转大还丹，老天师不是死了吗？他怎么给你爷爷拿药啊？不是老天师，他就是个臭扫地道士，好像是叫林雨薇。林雨薇这个名字耳熟，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二少，他不但坏了我的好事，他还对赵家不敬了。他说见了你就把你打成太监。二少，不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我就不能打你了吗？哼，一个小小的臭道士也敢挑衅我赵家。看来是时候让世人明白我赵家的厉害了。我要让这个林雨薇死！小道长，哎，
我可不小。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啊？在尘世之中的话，叫我林雨薇就行。林小姐，你们龙虎山还真是卧虎藏龙啊！你应该也是一个医道高人吧？能不能帮我爷爷再看一下，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老顾服用了我精心炼制的九转大还丹，现在是百病不生，至少还能活个50年。人啊，果然还是有虚荣心的，说了自己都信了。哼。爷爷，吴秘书叫我签个合同，我先去一趟，你们先聊。快点处理好，过来陪林小姐喝茶啊！拜拜。林小姐果然慧眼如炬呀！我在服用了九转大还丹之后，不仅身体大好，甚至还一举突破到了大宗师境界。我顾家也有大宗师坐镇了，那岂不是说我顾家很快要跻身一流的古武世家行列了？林小姐对我顾家恩同再造，今后若有差遣，赴汤蹈火，我顾家也在所不辞。老顾，你还是挺有良心的嘛。人若是没了良心，那与禽兽有何异呀？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林小姐，你被叶家的贼人退了婚，我这孙子也算俊了，不知林小姐是否愿意下嫁我顾家呀？老顾，我刚夸完你有良心，转头你竟然想当我爷爷？爷爷，你怎么乱点鸳鸯谱呢？我不娶。胡闹！像林小姐这种人才，你都不娶，你还想娶谁呀？我知道林小姐是咱们顾家的救命恩人，但现在这个年代，报恩也不流行以身相许了吧？他的命格明明跟赵家气运不合，却又纠缠不清，难不成最后的命运是被赵家逼迫结合？有点意思啊，反倒与我的命格是龙凤和鸣。我算了一下，我跟顾青山的命格倒还是挺符合的，结婚也不是不行。那可太好了！我看呐，择日不如撞日，你们今天就去登记结婚。爸，你怎么也叛变了？放心，我这个人可很旺夫的，跟我结婚保你平安。这是旺不旺夫的事情吗？我们甚至还是第一天认识，根本就不熟啊！谁先认识谁啊？慢慢处呗。我不是。林小姐既然对你满意，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快去跟林小姐领证结婚。林小姐这个孙媳妇儿，爷爷我认定了。爸，您放心，我呀这就亲自带他们去登记结婚，顺便给林小姐给雨薇买几套新衣服。这身衣服拍结婚照不太合适啊。哎，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我爸回来了，怎么样？证领了吧？我们去婚姻登记处的时候，人家下班了，但是我找了人帮忙给办好了。现在呀，雨薇已经是咱们家的媳妇儿了。好，那太好了。来，雨薇，谢谢老爷子。对了，雨薇啊，我给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婚房，不过呢，要收拾出来呀，需要个把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你们俩就先住在这儿，快上楼洞房去吧。爷爷，我们今天才刚认识。哎，就是因为今天才刚认识，那才要多多接触嘛。快去，爷爷我还等着抱曾孙子呢。你们两个可得多加把劲儿啊！哎，快去！哎，听话，快！哎，你这是干什么？看不出来吗？我睡床上，你睡地下。分床睡，可生不出来小孩子哟。你还真打算生孩子啊？这不是你爷和你爸的意思吗？别拿他们压我，我顾青山可不是屈服家族之命的软柿子。你还很有深度啊。我向往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不是父母之命。再说了，你也不是我理想型。那你理想型什么样的？我未来的老婆，就算不是像天色战士那样子五勋盖世的存在，
那应该有女财神之称的女首富何婉婉那种商业巨鳄，明白了吗？哎，你说的这2个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我徒弟。哼，你还真能吹牛啊！人家2个都是不出世的人杰，你凭什么当人家师傅啊？我堂堂至尊天师，我收2个杰出人当徒弟，很合理吧？哎呦，我堂堂至尊天师，要不是我看见你在龙虎山扫地啊，我就真信了。哎，谁跟你说至尊天师不能扫地的？你刚才说九转还魂丹是你炼制的时候，我就应该拆穿你。哎，强者的世界你不懂，以后你就明白了。切，你睡地下，我睡上面。你去哪儿？我可不占你便宜，我去客厅睡。你是认真的吗？当然了，我这种身份的人怎么会跟你一个小辈计较啊？我去客厅睡。你爱去哪儿睡去哪儿睡。我只是怕爸爸爷爷晚上起来以后看见他不好解释，不是因为担心他住客厅里着凉。没错，就这样。哼。他在那神神叨叨干什么呀？哎呀，该不会是在跳科目3吧？哎呀，爷爷给我娶了一个什么神仙老婆回来啊！哎呀，哎，你昨天晚上神神叨叨的，在那干嘛呢？该不会是在修仙吧？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神仙啊？你呢，要相信科学。哼，你一个道士在这里研究科学，怎么你想考研啊？正所谓天文地理、阴阳八卦，这修道和科学本来就不冲突，都是探索世间奥妙，突破人类极限。老公，你别这么叫我，受不了一点，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你还是叫我顾青山吧。你这毛病得赶紧改啊，我们可是领了证的。青山，你对北方赵家了解有多少啊？北方赵家？你问他们干什么？哎，你该不会是在龙虎山扫地扫得无聊了，想跳槽去赵家吧？跳槽？我是要灭了赵家。真会开玩笑你，快告诉我你在开玩笑啊！以后看到拿我们大侠龙雀的人，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要去找赵家报仇，别把你的玉佩弄丢，好好的活下去。终归是来迟了一步，没能救下林家。无量天尊，此子和我有师徒之缘。算了，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吧。跟我讲讲赵家。你最好是在开玩笑。赵家，他可是北方顶级的古武世家，
不仅权势滔天，而且高手如云。哎，听说啊，他们赵家的大宗师一双手都数不过来，而且赵家老祖的实力更是已经跨越了大宗师，进入了爆丹境巅峰，更是有大夏龙雀这种神器傍身。他把大夏龙雀都随身带着吗？这我也只是听说，我还真不知道。哎呀，我们顾家和赵家又没有什么合作，我自己呢又接触不了这种顶级的强者。顾家没跟赵家合作成功，那为什么昨天我给顾青山推算的时候，他的命格会跟赵家纠缠不清？喂，什么？岂有此理！我现在过去，我得去公司一趟，早饭叫外卖吧。出什么事了？需要我帮忙吗？工作上的事情你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先走了。你这遇到的麻烦还真不小啊！谁在我们顾氏集团惹事？会长，你怎么在这儿？拿人钱财，受人所托。受谁什么托？这你就不必管了。顾青山，既然来了，就把这份协议给我签了。股份转让协议？顾英婉，你既然让我把手上所有顾氏集团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你，顾青山，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你若是敢不签，老子便杀了你！龙会长，我爷爷的病已经治好，我们顾家可不是好惹的。罗会长，他在威胁我龙某从来没把顾云深那老东西放在眼里。来人，先把这个小秘书的胳膊给我砸碎！不要！住手！放开他！别急，先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你眼里还有王法吗？王法，在这南省13市，我龙守城就是王，我说的话就是法。砸！让我看看，这南省的天值几斤几两？林宇辉，你还敢冒头？罗会长，就是他打伤的顾小姐。龙会长，这个就是二少要杀的那个小道士，你快杀了他！哼，这可是自己送上门的功劳。哎，你是自裁呢，还是让我叫人送你归西呢？林宇威，你快走！龙守城是天龙会的会长，你惹不起的。没事儿，有我在，天塌不下来。我林雨薇的老公，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龙会长，他压根儿没把你放在眼里啊！本想给你个痛快的选择，你偏不要，那就别怪我了呀！来人，弄死他！你这么能打的吗？他们太弱了，也不知道这个实力是怎么称霸南省的。就这点本事，也敢在我面前叫嚣？那老子今天便亲手宰了你！龙守城的实力比我爷爷还要强，据说已经到了爆丹境，你打不过他的，快走啊！走，老子亲自出马，他便只有死路一条。抬我的青龙刀来！龙守城，你以为是我的老婆？你今天要是敢动她，我顾青山一定倾尽所有，要和你们天龙会不死不休！好啊，那我便当着你的面宰了他，看你如何给我个不死不休！你这个刀，怕是不太锋利。林雨薇，龙会长这把青龙刀是天外云铁所铸，吹发可断，无坚不摧呢。恐怕分分钟你就要身首异处了。龙会长，他看不起你啊！你以为别闹了，你快走！等我们顾家的高手到了，说不定你还有一丝生机。不必了，来，
往这儿砍，看看能不能砍下来。你以为你疯了？龙会长，我要是你，我肯定忍不了，这也太嚣张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混蛋，你找死！不要！怎么可能？难道他刀枪不入？这怎么会？青龙刀可是神兵利器啊！好些门，难道是行练金钟罩？你没事吧？怎么回事？怎么一点伤都没有？我练过金钟罩，你听说过吧？一派胡言！在爆丹境之下，就没有我一刀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便3刀。我奉劝你一句啊，你现在最好乖乖离开，这样的话还能有一些生机。我承认你有些能耐，但我龙守成从来不知道害怕为何。今天，你必死无疑。龙守成，你真当我们顾家是你捏的吗？顾青山，顾家可不是你说了算的。龙会长要杀的人，谁都拦不了。林雨薇，你不是说我们叶家不剩7天了吗？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头七怎么过吧。天堂有路你不走啊，那既然这样，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好，那我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大宗师不可辱。小心！我怎么动不了了？啊！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林雨薇，你敢打龙会长？怎么回事？挨了一巴掌，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下知道什么是恐惧了吗？那种未知领域的恐惧。坐下。龙会长，龙会长，您这是干什么呢？他这么侮辱你，你还不杀了他？这死贱人，我要是能动，我一定要砍了你。龙守成，你这什么意思啊？这说明他想跟我们好好谈谈呗。龙守成，和谐社会不要总是喊打喊杀，要遵纪守法，明白了吗？明白。还有啊，要讲文明，懂礼貌，不要总是出口成脏。跟我老公道歉。对不起。啊？还让我老公签股份转让协议吗？林雨薇，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劝你最好老实点，要不然老子今天不会放。你过来。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啊，我不要面子啊！你说你一个将死之人不好好等死，你在这跳什么跳？我警告你，你最好赶紧放开我！我现在可是替赵二少办事，他可是北方赵家的嫡系子弟。你要是敢动我，二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说什么？你居然和赵家人勾结到了一起！哎呀，云婉现在可是最被二少看重的。我原本以为你会慢慢懂事，没想到你越来越蠢。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赵家是为了利用你来蚕食顾家。你少给我提顾家，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的脚边，让你看着我抢走属于你的一切。为赵家办事是吧？更该打死。我说怎么你的命格跟赵家纠缠不清？什么命格？算了，现在已经变了。林雨薇，敢打我，赵家不会放过你的。放过我？我还不会放过赵家呢。回去告诉赵家，还记不记得我林雨薇？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我去杀！滚！
林雨薇，你疯了！我不是跟你说过赵家有多厉害吗？你竟然还敢这么挑衅他们！这丫头也太狂了吧！赵家那种庞然大物都敢惹。好，林雨薇，你就等着赵家和二少的怒火吧。滚！雨薇，我们走，我们是二少的人，让二少来收拾他们。走。哼。罗会长，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还让不让我老公给你签股权转让协议书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误会。顾少，对不起，求您饶我一次。你要是不满意的话，那我再问问他。既然都说是误会了，那就算了。那我可以走了吗？行吧，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不用解决创造问题的人了。走吧。林小姐，多谢您的不杀之恩，这个是我的名片，以后在南省，但凡遇到什么麻烦，尽管吩咐。刚才怎么回事？你是用了什么神仙手段吗？别傻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啊？你要相信科学。那刚才那把刀，我堂堂龙虎山道士，会个金钟罩怎么了？金钟罩不是少林寺的吗？是吗？那不重要。那龙守成，他可是半步爆丹境的强者，你竟然能让他令行禁止？这说明龙守成这个人还是挺有素质的嘛。你看，我耐心的跟他说教，他能虚心的听进去。南省地下霸主，有素质，给他讲道理还能虚心听进去，这就更不科学了呀。你以前跟龙守成打过交道吗？没有，我们顾家做的是正经生意。那不就得了？你这个人啊，不能以貌取人。哎，说不定龙守成这个人私底下还扶老奶奶过马路呢。这么简单吗？哎呀，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你过来帮忙。但是你刚才挑衅赵家实在是太冲动了，赵家不是我们惹得起的存在。哎呀，我心里有数。有数就行。顾云婉那个败类，竟然和赵家二公子勾结到了一起，我得告诉爷爷。另外，让爷爷去找一下赵家人，帮你缓和一下。你这是在乎啊？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谁在乎你啊？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也对，我既不是什么至尊天师，也不是像何婉婉那样的商业巨鳄，我仅仅是他们的师傅罢了。好不了3分钟，又现原形。会长，我们就这么走了吗？刚才那个丫头在你面前那么嚣张，你为什么不把她碎尸万段？蠢货！那林小姐强的邪门，她给我的压力比爆丹境强者的都要厉害。说不定已经是传说中舞进虚空的先天之境，岂是我能抗衡的存在？她这么强，可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赵家那边……赵家要是不满意，让他们自己去找林小姐。是。12点了还不睡觉啊？沙发睡不习惯啊？我研究科学呢，别管我了，你先睡吧。哦。别担心，有我在，没事儿，有我在，天塌不下来。我林雨薇的老公，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龙会长，哎呀，受不了了！
林雨薇，你过来。干什么？回房间睡。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可能打地铺的。没让你打地铺啊，跟我一起睡床上。你这是想通了？想通了。就知道躲不过这一天，来就来吧，真是便宜你了。哎呀！你脱衣服干什么？你睡觉不脱衣服的呀？没必要脱得很彻底吧？那你是喜欢穿着衣服的？我是让你上床睡觉，不是跟你睡觉。哦。今晚我睡这边，你睡那边。看到这条线了吗？你要是敢越线，我就叫你好看。还真以为你想通了呢。说好不过线的呢。你怎么过线了？过线的是你好吗，大哥？是你抱着我的。我过线怎么了？我又没对你做什么，要不是你，这整张床都是我的。好看吗？挺好看的。你还看？啊！我去洗澡去了。特地跟我说去洗澡，是想让我等他，还是在暗示我跟他一起洗啊？还说我是流氓，我再也不相信什么暗示了，除非明示，否则我绝对不主动。哟，干嘛呢？在这玩过家家呢？我在整理我的随身物品，顺便找一块。哎，这块萝卜是你们龙虎山的土特产啊？这是昆仑的土特产，叫万年雪参。听说这玩意儿一根须子能增加1甲子的功力。回头呢，我教你一套修炼方式，你搭配着服用。要是内力真这么容易提升的话，那些古武宗师、大宗师的地位就不会那么高了。你爱信不信？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我大徒弟萧天策给我的，说是麒麟殿的信物，用它呢可以调动麒麟殿的一切力量。哎呀，你这爱吹牛的毛病啊，真的改了，否则迟早祸从口出啊。那麒麟殿啊，是大夏官方最强战力机构，萧天策更是官方实力第一人，能随便拿来吹牛吗？本来我想着我们都结婚了，我给你做一套配饰，护你周全。谁能想到啊，你这么不信任我，搞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你还有玉雕的能力呢？我刻的阵法呀，算了，我顶多给你雕一玉盘，之后的呀，看你表现吧。喂，爷爷。好，我们现在过去。爷爷让我们过去一趟，你的这些小破烂回来再收拾。走。
宇威、青山、青山，你们来了，你们来了，快坐吧。爷、爸，你们这么着急喊我们过来，出什么事了？昨天你和我们说了顾云婉那个孽障吃里扒外的事情之后，你爷爷一怒之下把他们父女俩逐出家门了。还是爷有魄力，这对父女俩继续留在顾家，以后啊只会惹出来更大的麻烦。哎，有魄力啥呀？这不是遇到难事了吗？一时拿不准主意，所以才请你们过来商量嘛。明天赵家要举办招商会，在京海挑选合作伙伴，还给我们顾家发了请柬。有点意思啊。昨天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赵家就是想吞噬我们顾家。这个招商会恐怕是专门针对我们顾家设下来的鸿门宴。哦，青山，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是不去？对，我们不去。赵家确实全力滔天，可我们顾家没有和赵家合作的打算，所以我们惹不起就躲着。不，这个招商会我们一定得去。你知不知道，这摆明了就是一场鸿门宴啊！我知道啊，但是你觉得你不去就能躲过吗？我觉得宇威说的对，这赵家送来了请柬，摆明了就是不给我们拒绝的理由，不去也得去呀。明天我亲自过去一趟。不用了，老爷子，明天我亲自带你们去会一会这个赵家。走了。林宇威，你等等我。听说赵家老爷子赵无极正在闭关寻求突破。是啊，如果他突破了爆丹境，那就进入了先天境，也就具备了汇聚龙脉气运的神通，到时候肯定会成为大夏的国师。再加上赵家本身就有那么多的大宗师，真就举世无双了。宇威好像对赵家很有敌意啊。爸，宇威那是因为我们顾家才对赵家有敌意的呀。哎，你误会了，我不是怪宇威，也不是要推卸责任，我只是觉得我们跟他现在处境都很危险。其实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哦，我可是亲眼见过宇威的神通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在，就算是赵家，也不是他的对手。明天我们也一块儿过去，不能让宇威一个人面对。是。嗨，等一下，你昨天刚说了赵家的坏话，明天你就去招商会，那不就等于送人头上门吗？你先冷静，这个事情要从长计议。这赵家要是真像你说那么强，真要那么在意我的话，就算我们躲在家里，他不是一样会上门取我们人头吗？放心吧，对我有点自信，这种小场面我还是能应付得住的。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明天跟我一起去。哎，一会儿进去以后，你一定不要激动，什么事情要看我眼色行事。你看什么呢？我在跟你说话呢。别说话，我在算这个地方的风水。不愧是京海的顶级大酒店，风水不错嘛，适合埋尸。你说什么呢你？是啊，好久不见，最近项目谈得怎么样？你该不会真的要杀人吧？放心，我是守法公民，我只杀畜生。赵小姐，那就好。来，我们去找个角落装小透明。林宇威，这是赵家的招商会，你一个神棍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请柬让我来的，这是给顾家的请柬，你一个顾家的儿媳妇，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我顾青山的老婆凭借着请柬进入了会场，合乎规则，你凭什么赶她走？反倒是你，明明已经被顾家逐出了家门，怎么还好意思打着顾家的旗号进入会场？顾青山，你把我赶出去，很得意吧？不过你也高兴不了太久了。至于我为什么在这儿，云婉现在可是
赵家旗下的新子公司云亭国际的总裁，而且这赵家招商会筹备负责人就是他。林宇威，自己说说，就你这种贱人，云婉有没有资格让你滚出去啊？不想滚也没关系，留下来见见世面吧。怎么回事？那边是怎么了？你现在就跪下，把这水果给我捡干净了，我就让你留下来。哎呦，怎么还打人呢？看来打了一巴掌脸消肿之后，你气也消退了。林宇威，昨天赵家人没来，你打我；今天赵家人来了，你还打我，那他妈赵家不是他妈白来了？陈副会长，有人闹事，快叫人来！我们是受邀前来，我劝你不要没事找事。林宇威，我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跟他们硬碰硬啊！这世上还没有能让我退一步的人。放心吧，有我在，天塌不下来。你，顾总，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陈副会长，就是这个臭道士打了我，你快把他给我废了！你是赵家的人吗？老赵家跟我们那是忠实的合作关系。鄙人天龙会副会长，这家酒店也是我们天龙会罩着的，你敢在这儿闹事儿，这不是找死吗？陈副会长，我劝你不要乱来。上一次你们龙会长还给了我老婆她的名片，他就是一个臭道士，有什么资格拿我们会长的名片？来人，把他腿脚给我打断！是。我今天是来找赵家算账的。看在龙首城之前挺有眼力劲儿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滚出我视野的机会。原来是个古武者，我说呢，怎么这么大底气？今天我就亲手废了你，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龙会不可辱！住手！顾总来了，顾家的人怎么来了？顾云山、顾正道，你们这是要为了这个野丫头跟我们天龙会作对？陈副会长，林雨薇，她是我顾家的儿媳妇，不是什么臭道士。我不管这么多，总之这个死丫头动了我们天龙会的人，今天我必须废了她。来人！是。陈道荣，我们顾家也不是好捏的软柿子，我劝你不要过分。今天我就给你过分一个看看，这个死丫头我吃定了，耶稣也留不住她。我说的。哼，如果这话是龙守成说的，我或许还会忌惮，但你区区一个副会长，还没资格这么猖狂。顾云山，你个老不死的东西，你再敢多一句嘴，把你一起废了！你个孽畜，我可是你爷爷！怎么了？你想打我呀？我现在可是赵家的人，你敢动我一根毫毛，骨灰我都给你扬了！打死你这个腐小败类！陈副会长，快把他们给我弄死！你们顾家为了这个林雨薇跟我们天龙会作对，那就一块去死吧！龙守成都不敢在我面前放肆，你哪来的胆子在我面前喊打喊杀？老大，没事吧？鼓噪！陈道荣，你躺地上干什么？会长，你可算来了！有人打我，这是跟咱们天龙会作对啊！敢打我天龙会的副会长，那就是不给我龙守成面子。那老子今天就把你们一个个都挫骨扬灰！会长，就是他，会长，就是他打我。看来只能和天龙会拼死一搏了。林小姐，这长怎么给他跪下来呀？就是什么情况呀？什么来历啊？
会长，你这干什么呀？我问你起来，会长。滚蛋！地上凉，快起来。谢谢林小姐。刚刚你说要把我怎么着来着？我没听清。误会，天大的误会！别说您林小姐想要对抗天龙会，您就是让我把天龙会解散，我都没问题。龙会长为什么会这么畏惧雨薇呀？上次也是这样子，林雨薇让他做什么，龙会长就做什么，甚至还把名片给了雨薇，说谢他的不杀之恩。那刚刚你的手下在我面前喊打喊杀，这应该不是误会吧？啊？哦，好办，来人，把陈道荣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拖下去，腿打断！不是，会长饶命啊！会长，我为天龙会勒过血，我为天龙会勒过口膏，会长。你说林雨薇手上会不会有龙守成什么致命的把柄啊？不可能，像龙守成这种半步爆丹境的强者，不可能被人拿捏把柄来威胁。我看是你们想的太复杂了。雨薇神仙一般的存在，龙守成武功再强，绝对不是雨薇的对手。这怎么可能？林有为这么年轻，难道他的实力比龙守成还强？林小姐，顾云婉这个贱人刚才是不是也冲撞您了？要不要我替您把他的腿也给打断？龙守成，你敢动我，赵二少来了饶不了你！狗东西，要是赵二少站在这儿，我或许还忌惮他3分。你不过是赵家的一条狗，你觉得赵二少会因为你一条狗跟我撕破脸？你们敢这么对我，赵家人来了，把你们都杀了！赵氏集团总裁赵伟业到。赵总，这个天龙会联合顾家，要遭赵家的反呢。这个龙守成他刚刚还打我，你要替我做主啊！赵总，这云婉说的对呀，他这林雨薇根本没把您和赵家放在眼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没用的东西，我来处理。欢迎各位来到赵氏集团的招商会。今天我们赵氏集团将在诸位之中选择一家合作商，全权负责赵氏在京海的所有业务。赵总，选我金威集团愿意出10亿拥护赵家。我宏远愿意出20个亿。赵总，请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和赵家没有合作的意愿，咱们先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呀，来都来了，不收点赵家的利息，太吃亏了。我能感受到诸位的热情，不过综合考虑之下，我们还是决定选择顾氏集团作为赵氏的合作伙伴。顾家主，合同在这儿，你们顾家是全场最大的幸运儿，签字吧。赵总，我们顾家还没有和外人合作的意愿，您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你觉得我是在跟你们商量吗？合同拟好了是吧？来，我看看。哼，那你就好好看看。赵氏集团旗下子公司云庭国际以1亿元价格全资收购顾氏集团100%股权。赵总，你们开出来的这个条件跟不花钱就拿走顾氏集团所有股份有什么区别啊？当然有区别，不花钱就拿下顾家，那是强抢。虽然说我赵家权势无双，但也是遵纪守法之辈。看来这10年过去了，你们赵家只是学会了又当又立。顾青山，你别以为把我逐出顾家了，这顾家就是你的囊中之物。我告诉你，最终顾家还是我的。你们赵家是非要把人逼死吗？放心，死不了。你们顾家的固定资产，我们会留下1%，足够你们生活下去。照你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你的。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签这种不平等的条约。合同上有赵氏集团的公章，就代表了北方赵家的意志。你想违逆赵家，大可试试。那你看好了。不要！你敢！你们赵家的什么意志啊，在我这里狗屁都不是。
入籍赵家，你找死！这赵伟业不过是赵家的旁系，才30岁，竟已达到了宗师境，这难道就是北方赵家的底蕴？爷，救救宇威！你好狠毒啊！竟然令我经脉尽断。赵家旁系，区区宗师巅峰，蝼蚁一般，死在我手里都不配。赵家嫡系不敢出来，就让旁系顶是吧？让赵家嫡系给我滚出来！这顾家丫头疯了吧？撕了赵家的脸面，伤了赵家的旁支，这就算了，竟然还对赵家嫡系叫嚣，她怎么敢呢？身手不错呀，顾家是少年得志，还没有遭到社会的毒打吧？再怎么少年得志，也不能没有脑子啊！北方赵家那种鼓舞巨无霸，那是能挑衅的吗？会死无葬身之地啊！赵伟业虽然是赵家的旁系，但也代表着赵家的脸面啊！你怎么敢当众废了他？而且还敢当众去挑衅赵家嫡系，知不知道赵家一怒，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啊！死无葬身之地的只会有赵家，相信我。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在逞强啊？好，就算你能打得过大宗师，但是你知不知道赵家的大宗师多如狗啊？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啊？我们走，叫上爷爷和爸，咱们去国外重新发展。哎，伤了人还想走啊？不要怕，就算是天塌下来，我都顶得住。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哎呀，宇威这次是真的太冲动了。不，这件事宇威没有错，那赵家都把刀架在咱顾家脖子上了，再不反抗，难道我们就任人宰割吗？我们去反抗赵家，那就是螳臂当车。宇威说了，不怕赵家。哎呦，宇威年轻气盛，你也糊涂。赵家有多强，你还不清楚？爸，你应该对宇威多一点信心。哎呀，宇威绝对是神仙一样的存在。再说，我们顾家也不是孤军作战呢。龙会长，我觉得应该好好聊一聊。顾家主想要跟我聊些什么？这赵家行事作风霸道，想必你比我了解的更多。这赵家进入南省之后，蚕食了我顾家，天龙会的下场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老顾，你这是想骗我做出头鸟，去对抗赵家？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互助互利，只有我们双方合作，才能有一线生机呀。那好，我天龙会今天就与顾家结盟，同生共死。都这个时候了，龙守成竟然选择和我们顾家一起对付赵家，说明龙守成这个人还是挺聪明的，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你以为你们多了个天龙会，就能跟赵家抗衡了？等赵家二少来了，你们一个个都得死。哎呀，我们走，不能和赵家硬对硬啊！我不走，我要等赵家嫡系来。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谁在我赵家的招商会上闹事儿啊？完了，这下走不掉了。二少，顾家联合天龙会要遭赵家的反呢，特别是这个林雨薇，他最可恶，他直接废了赵祖啊！是啊，二少，他这不是看不起您吗？赵伟业这个废物，连个黄毛丫头都对付不了，简直丢尽我赵家的脸！抬头！哼，顾云深，我赵家要拿你当狗，给你面子，你敢不识抬举？这份荣幸，顾家受不起。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无条件归顺赵家，成为赵家的附庸，要么顾家从此世间除名。我们顾家只想保持现状，你敢不给我面子？我们做事向来如此。你倒是主动跳出来，现在你给我跪下，我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的死法。我让你来是受死的，不是让你在这耀武扬威的。不要激化矛盾，惹不起我们就走。当赵家决定入驻南省的那一刻起，顾家就已经没有退路，这矛盾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你说的还真没错。你就是顾青山啊？
倒是识点大局。赵二少，我们顾家只是想在南省安心发展，请您高抬贵手。没问题，只要你给我当口，一切好说。请你说话放尊重点。不要怕，等我帮你把他弄死，你乖乖听话，我就可以给你们顾家再一次当口的机会。你这个像狗一样的东西，还敢碰我老公！太好了，林雨薇不知天高地厚，二少都敢打，他们死定了！刚才我还真担心，这下好了，赵家一怒，服尸千里，以后京海就是我的天下了。怎么了？你怪我太冲动？没有，我也想打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面对狂风暴雨。这算什么狂风暴雨？你呀，就在旁边乖乖看着我怎么收拾赵家。从小到大，没人敢打我，你是第一个。赵家的嫡系呢？还有吗？没有的话，你先死一步。嚣张！现在我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二少，得饶人处且饶人，还请你能高抬贵手。顾云深，我要杀的人你都敢保？当我赵家的刀不利吗？赵家的刀是利，但林雨薇是我老婆，我们顾家一定要保。好，那顾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二少，这里是南省，还望您能给我龙首城几分薄面，接过此事。龙首城，你在南省是个狠角色，但在我赵家眼里，你就是一条狗。如果你要帮他，你就跟他一块死。好，我天龙会今天就跟李小姐共进退，即便是死，也要咬下你赵家一块肉。来人，在。2个大宗师配4个宗师，就敢叫嚣要保我要杀的人。来人！把他们跟林雨薇一块给我杀了！是。这就是古武世家的真实实力吗？随便一出手就是8个宗师，4个大宗师。林雨薇，你死定了！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你们心目中神一般存在的人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青山，你先别说话。雨薇，这个事儿，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底？爸，一切有我在，您放心。我信你。青山，你先回去，你们护送青山少爷回去。我不走，我要和你们一起面对。青山，你不是武者，留在这儿，大家还要分心照顾你。放心吧，不会让你年纪轻轻就丧偶的。那我先回去，你们小心一点。林雨薇，我在家里等你。想走？问我了没？来，把这小子给我抓回来！爷爷，青山，快走，别回头！爷爷，雨薇，敌人强大，待会儿情况不妙的话，赶快离开，带着青山远走高飞。老爷子，我出手，您放心。赵家这阵仗，就是顾云深这个老东西，也只有挨打的份儿。你出手有什么用啊？来，不要让林雨薇死得太痛快，我要慢慢的折磨她。一群蝼蚁也想断我手脚。阿少，折磨人我擅长，保准让你满意。给我上！雨薇，你用了什么功夫？怎么一句话就让一群宗师倒下了？类似狮吼功这种东西吧？这都是林小姐的基本操作，淡定，淡定。基本操作？龙会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您觉得我会被你儿子那几句话给吓得，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对抗赵家？你该不会在雨薇手里吃过亏了吧？哎，
我可早就说过，雨薇神通广大，我早就说过吧。雨薇，你到底有多强啊？这么说吧，仙人之下呢，我无敌；仙人之上，我亦无。别以为打死几个废物就天下无敌了！来人，让他们看看我们赵家真正的实力。是。这几个人竟然全都是半步爆丹境的存在，而且底蕴比我更足。若是1对1的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是对手。那岂不是说咱们今天必死无疑了？老爷子，您放心吧，就算是赵无极来了，我一只手也能捏死，更何况眼前这几个半步爆丹境呢？打断他的手脚，剩下的交给我，我要把他凌迟处死，给我上！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败了？林小姐刚才出手了吗？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可是4个大宗师啊，怎么一瞬间就都倒下了？邪门了！你不是要断我手脚吗？不是要让我生不如死吗？你跑什么？到底想干什么？当然是要杀你。雨薇，你不要冲动。据说赵伟博的父亲赵东来最疼爱赵伟博了，你杀了他，那我们真的跟赵家不死不休了。我爸是赵家家主，你要敢斗我，我让他把你挫骨扬灰。放心，你爸呢，也在我的死亡名单里。哎呀，雨薇，赵伟博要死在你手里，那赵家就彻底跟我们不死不休了。是啊，林小姐，赵家麾下的武王殿，光宗师境的就有上万名，就算您实力高强，倒是也难以招架呀。听见没？你要是敢斗我，我爸必然会把顾家灭门。放心，等你死了，赵家很快就会被我灭门。记住了，杀你的人是林家林雨薇。林家？哪个林家？林家，西南林家，也是西南林家的余孽。赵家灭了林家满门，你死在我手里，不算冤枉你吧？不，别杀我！我把你们林家的大夏龙雀还给你。大夏龙雀，我亲自找赵无极去。那给个机会。别担心，你只是先走一步，我马上就送赵无极去见你。完了！赵家二少死在这里，整个南省都要被牵连了呀！他真的疯了！赵家可是大夏第一鼓舞世家呀，这可怎么办？赵家一怒，俯视万里，顾家这次真的完了。林小姐，您冲动了，这赵伟博着实杀不得。赵家的人都该死！你敢杀二少？回去告诉赵无极和赵东来，就说10年前林家灭门之仇，我林雨薇回来报了。雨薇，你等一下，保持警戒，不要让人过来。雨薇，你……老爷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大胆说。雨薇，刚才我没太看明白，你和赵家有仇？10年前，我林家也是4大顶级鼓舞世家之一。赵家觊觎我林家至宝轩辕秘藏，于是他派袭了大量高手攻击我林家，将我林家满门抄斩。只有我侥幸活下来了。啊！没想到你竟然是林家的后人，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原来如此，现在赵伟博已死，赵家一定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的。赵家高手如云，我们一定要好好商议一番才好。对，不用这么麻烦，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送死就好。雨薇，我们知道你很强，但你能不能给我们透个底？你到底有多强？武道极致，
破碎虚空，也敌不过仙人一指。雨薇这话什么意思啊？云山雾罩的，这完全听不懂啊。不过，听着很牛逼啊！这世间竟有真的真仙在。抬的什么东西进来？晦气！家主，这个是二少。啊！韦伯是谁杀死的？杀二少的人叫林雨薇，他还让我给您带句话，说10年前西南林家的林雨薇回来报仇了。哦，竟然是西南林家余孽林雨薇，怪我当年没有把林雨薇这个孽种追杀到底。家主，您节哀。现在顾家和天龙会也跟林雨薇勾结在了一起，恐怕二少的死只是个开头。好，今天我赵东来对天发誓，我一定要亲手杀光林雨薇和顾家全体人员，还有天龙会的龙守成。我要用他们的鲜血祭奠我儿子的在天之灵。林雨薇，这次我看你是怎么死的！来人，以我的名义传武王令，命令武王殿3万宗师强者全部赶赴京海，杀林家余孽，灭顾家满门，屠天龙会。是。林雨薇，你没事吧？爷、爸，你们还好吗？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好着呢。你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赵家既然同意让你们回来了，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呗。什么意思啊？我把赵有伯杀了，他不在，自然就没有人拦我们了。没事儿吧？我就是把赵有伯杀了而已，至于这么大反应吗？而已，他可是赵家2少啊！完了，听说赵东来最喜欢赵伟伯了，你把他杀了，赵家人会疯狂报复的。插播一条紧急消息：隶属赵家的武王殿突然精英进出，3万宗师集体赶赴京海，疑似有大事发生。赵家武王殿倾巢而出，真是雷霆震怒啊！3万宗师，这么大手笔吗？哎呀，这下难搞了。现在知道怕了，有什么用啊？已经来不及了。谁说我怕了？我就是嫌麻烦。毕竟，就算是3万头猪，我也得杀个3天3夜呀。算了，我找萧天策来帮忙吧。我也懒得跟蝼蚁这帮人计较。叫萧天策来？萧战神可是麒麟殿的创始人，那麒麟殿是大夏第一机构，就连武王殿都不是麒麟殿的对手，你凭什么叫他过来啊？哪有你说的这么邪门啊？我还要给你雕玉牌，你拿着这个去麒麟殿南首分部，萧天策自然就会找人来支援你了。你还吹牛？你是嫌一个武王殿还不够我们头大吗？我信。哎，这就叫眼光，好好学着点儿。哎呀，爸，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跟着闹啊？我相信雨薇。走，青山，我跟你一起去麒麟殿搬救兵。爸，林雨薇是不是给你下蛊了？胡说，雨薇那么正经的人，怎么会做那种下三滥的事啊？我原本只是好奇，你为什么相信林雨薇？拿着一个手办就能命令麒麟分部行事，
现在看起来，你好像真的相信他。难道林雨薇真的有下蛊的能力？你懂什么？雨薇神通广大，远超出你的想象。哎，来人止步！麒麟殿今天不对外开放，赶紧离开！两位，我来求见麒麟殿京海分部负责人谢提督，烦请二位通报一声。谁要见我？谢提督，我是京海顾家家主顾正道，想麻烦你一件事。今天萧战神手下第一护法叶龙大人要来我们京海分部视察，我没时间跟你们多说。现在，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离开！谢提督，我们是来有事相求的，我手上有麒麟殿的信物为证。这玉麒麟，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谢提督，这是我儿媳给我的。好啊，你们冒充麒麟殿的信物也就算了，还敢来我麒麟殿分部招摇撞骗，分明是不把我麒麟殿放在眼里。来人，在！爸，我就说不能听林雨薇的。谢提督，您再仔细看看，这不会是假的，我儿媳妇不会骗人的。我是什么身份，还能认不出来麒麟殿的信物？就这破玩意儿，地摊上10块钱的物件，还能骗得了我？这破玩意儿还挺结实啊！给我拿个大锤来！谢提督，不能砸，这可是麒麟殿的信物。爸，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管这个了。怎么能不管呢？我先砸了这个破玩意儿，然后再砸你这个死骗子的脑袋！哎，住手！谢卫，你是想造反吗？叶大人，您来了。我刚在处理一起诈骗案件，有失远迎，请您恕罪。闭嘴！有眼无珠的东西！拿着灵符的人呢？快带我去拜见！拜见？哟，这破玩意儿不，这灵符啊，是他们拿来的。把人给我放了！放！这灵符，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别人给我们的，说是拿着这个可以调动麒麟殿的天策军对抗武王殿，保住我们顾家。你们想从麒麟殿调多少人过去？可以调兵吗？原则上来说是越多越好。当然，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那就不用太多人也可以。没有什么不方便的，麒麟殿的10万精锐宗师可进出。这个东西的权限这么大吗？比你想象中的权限更大。这个太好了，林雨薇总算靠谱了一次。顾少尽管安心回家，有麒麟殿在，不会让武王殿动顾家分毫。谢谢你们。叶护法，麒麟殿是我顾家的大恩人呐！我现在先回去向我家老爷子报喜了。走。叶护法，我们真的要为了灵符去跟武王殿为敌吗？你知不知道，就算是天策战神本尊过了，见到拿灵符的人也要磕头跪拜。你竟敢冒犯他们，等着被处分吧！战神，您的天策灵符在京海分部出现，您的师尊出山了。爸，回来了。情况如何？见到谢提督了吗？他怎么说？见到谢提督了，他直接派人把我们赶出去了。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哎呀，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你个臭小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拿你爷寻开心？要把你爷急病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什么意思啊？刚才青山是在骗我。雨薇那个玉麒麟真的能让谢提督帮忙？谢提督确实没帮忙，但是麒麟殿的首席护法叶龙大人今天也来到了京海，他看到了玉麒麟，当即拍案，
决定派出10万宗师来帮我们对抗武王殿。哎呀，太好了！麒麟殿有爆丹巅峰的天策战神坐镇，他手下有10万宗师，完全能吃住武王殿。叶护法带人来了吧？还没有来。哦，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我们去接他一下。他最近好像也没定，就是说让我回家先等他。怎么会这样？武王殿随时都可能过来，麒麟殿就算是有心帮忙，只要叶护法没有带人过来，那也是鞭长莫及。要不我再去找一趟叶大人？你的玉麒麟都没拿回来，怎么去找啊？算了，求人不如求己，咱们做好最坏的打算，靠自己硬扛武王殿吧。你去哪儿？我去找林雨薇谈谈。去吧，不管怎么样，你们也是新婚燕尔，抓住这有限的时间，好好话别一下，然后我安排你出国，远离这些纷争。你回来啦？林雨薇，我要和你谈一谈。什么事儿？你说。刚才我和爸去了麒麟殿，把玉麒麟给了叶龙护法，他也的确答应帮忙。可武王殿随时可能过来报复，麒麟殿的态度又没有那么积极，可能不太靠得住啊。放心吧，他们既然收了灵符，到时候一定会过来支援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麒麟殿人数众多，反应起来肯定没有那么积极。爷爷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准备让我出国，躲避纷争。所以你是来跟我道别的？不，我是来告诉你，我不走，我要陪着你，陪着你们一起面对。既然你不相信我能收拾赵家，那有机会走，为什么不离开啊？谁让我娶了你呢？我又做不到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情。既然不走，那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怕麒麟殿的人不来支援，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摆平武王殿，只不过麻烦了一点。你还真能吹牛啊！我已经做好了打算了，就是希望下辈子可以走点运，不要再和你成为夫妻了。等我灭了赵家门之后，我会让你们顾家成为大夏第一豪门，让你顾青山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少爷。到时候你可就希望要生生世世跟我做夫妻的好。不得不说啊，你心态还真强大，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如果不是因为和赵家结仇了，我相信啊，你一定能闯出来一番事业的。林雨薇，我是北方赵家家主赵东来，我在东郊陵园等你。1个小时之内，如果你不来，我就让整个京海天倾地覆，血流成河，让全城的人为我那无辜惨死在你手里的韦伯孩儿陪葬。赵家这么快就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对了，糖。拿这些钱，快跑，离开南省，越远越好。为什么要走啊？既然他们来了，那我刚好跟赵家收点利息啊。你收个鬼啊！先不说那3万宗师，这一次就连赵东来都亲自来到了南省，你还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赵东来可是爆丹境的强者，爆丹剑神，金刚不坏。剑神金刚不坏，剑仙那就跟纸糊的一样。再说了，如果我走了，击败外南省人怎么办？有官方在，赵东来就算是再厉害，他也不可能屠城。至于我们顾家，大不了就躲到城主府去，只要能保住性命，就算是赔了所有的家产也没有关系。你不一样，杀了赵伟博，你只要过去，
就绝对会没命的。既然你说你干不出来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情，难道我就能吗？算了，懒得跟你说那么多。你好好睡一觉，我取了赵东来的狗头就回来。赵东来，听说你找我。青山，青山，青山，快醒醒！赵家都打上门来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呢？我睡着了。林雨薇呢？我还要问你呢。龙会长听到了赵东来的隔空传音，所以赶过来找雨薇商量对策。他去哪儿了？他把我点晕了。他一定自己去东郊陵园找赵东来了。啊！哎呀，雨薇怎么这么冲动啊？他这是去送死，简直是胡闹嘛！他是怕拖累我们，不行，我们得去救他。快把家里所有的高手都带上，驰援雨薇。高手都在楼下集合完毕了，随时可以出发。事到如今，只有跟林小姐一起反抗赵家才有一线生机。我跟天龙会的所有高手跟你们一起去驰援林小姐。走。赵东来，听说你找我。林雨薇，是我。10年前，让你侥幸逃生，你不躲着苟延残喘，为什么出来要杀了我的儿子？知不知道，我现在只想把你千刀万剐。你想，可不代表你有这个能力。我赵家武王殿出动了3万宗师，也有我这个爆丹境强者亲自带队。毁灭荆海都是片刻间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把你千刀万剐。一群蝼蚁聚在一起，也抵不过我的一脚。闭嘴！哼，当年我们在你们林家找的轩辕秘籍是假的，既然没死，那真的轩辕秘籍一定在你手里。现在你马上把它给我交出来，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苦。若是你能把赵无极那个老乌龟叫出来，我也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放肆！竟敢对我父亲不敬！哼！既然你不识相，那我就先废了你。正主没来就少废话，你们一起上吧，我赶时间。够狂妄！来人，让他见识一下我们赵家的实力。人多欺负人少是吧？麒麟殿的人怎么来了？弟子萧天策拜见师尊。我等拜见林小姐。天策战神，你这是什么意思？赵家仗着人多，妄图欺我的师尊，我怎么能不来呀？这怎么可能？林家余孽竟然是天下第一战力麒麟殿的祖师爷，大夏最年轻的无敌战神萧天策，竟然是他的徒弟。不错嘛，才短短5年时间，就把麒麟殿搞得有声有色。多谢师尊的悉心指导，才让麒麟殿如今有高手如云的场面。林家余孽竟然有这等本事，这一定是轩辕秘藏的缘故。不过你自己也有些懈怠，我教你功法已经5年，
你才从普通人修炼到区区爆丹境中期，才花了5年，从普通人变成爆丹境后期，还要挨训。哎呀，这是做什么？我再给你1年时间，你若是突破不了先天境，你以后就不要说是我徒弟了，我可看不起这人。弟子惭愧，让师尊失望了。师尊您放心，待今天等我收拾了这个赵东来之后，回去一定闭关苦修，1年不半年之内一定突破先天境。起来吧。我在跟你们说话呢，难道我堂堂的爆丹境是个透明的吗？那又如何？赵东来想好怎么死了吗？萧天策，你真的为了这个凌驾于孽，与我赵家为敌吗？胆敢侮辱我的师尊！师尊，这赵东来狂妄至极，不如就让徒弟代劳，替你斩杀了他。哼，斩杀我？你还没那个能耐。哼，好，等我给我儿子报仇，我再夺回轩辕秘籍。我背后有10万宗师，阁下当如何应对啊？对，你是有10万宗师，可我的背后是北方赵家。我的父亲已经是接近武道极致的存在，你麒麟殿真敢跟我赵家不死不休吗？那今天就由我来斩杀了你，替我师尊报仇雪恨。我倒要看看那个赵无极能奈我何。天策，这是我的家仇，我要亲自报。你且去旁边候着，让我亲自收拾他。哈哈哈哈哈！要是让萧天策上的话，也许我会费点力气，但是你不知天高地厚，前来送死，那正好让我少费一些力气。杀你，探囊取物而已。够狂！先让我赵家的大宗师掂量一下你的分量。林雨薇，受死吧！你还不配死在我们家族手上。切记，不要先取他的性命，先废他手脚和修为，我还要从他的身上取出秘籍。滚！你这凌驾于孽，还真有点本事，怪不得这么狂。只可惜你很不走运，遇到了我。这是要现出原形。师尊，他应该是服用了提升实力的丹药，现在他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爆丹境的巅峰，师尊小心。小心什么？别说他这种靠吃药才获得的假爆丹境，就算是真正的爆丹境巅峰，只不过是我1巴掌的事。师尊教训的是，不如这样，师尊由徒弟代劳，先试试这赵东来的斤两，再由您来亲自斩杀。你确定？我可是您的亲传弟子呀！再说这些年我的修行也是小有所成呢。也行，那你上吧。萧天策，你知不知道我服用虎豹丹之后，已经有准先天境的实力，还敢与我为敌？你找死吧！赵东来，你难道不知道吗？服用了虎豹丹之后，实力确实可以增长半个小时，但是自身的境界将会永久下降2个小境界。今天我就替师行道，斩杀了你这个孽障！只要我把你干掉，然后再把凌驾于孽手里的轩辕秘藏找出来，这点付出算什么？就你这实力，也配阻挡我赵东来的路？不堪一击！师尊，有点扛不住了，接力接力！一个伪先天境就这么快把你打败了，真是丢人。师尊，那再怎么说，他也是先天境啊，你能不能不要说的这么轻松啊？丢人！先丢他的命，再丢你的命，拿命来！雕虫小技，班门弄斧。
剑来！家主死了10年了，你终于回到我林家后人手里了。赵东来实力已经到达了准先天境，就连天策战神都无力对敌，却被林小姐直接秒杀。林小姐的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恭喜师尊夺回传家宝，并报仇成功。大夏龙雀虽然回来了，但是仇只报了一半。家主已经被人害了，我们回去也是死，不如大家一起联手拿下凶手，博个一世生机。天策灵符在此，所有人蹲下，双手抱头。竟然是天策灵符！灵符现世，教主不保，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祸不及家人。我投降！我投降！把他们给抓走！是。萧天策，弟子在。你亲手把赵东来的狗头给我送回赵家，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会亲手把北方赵氏所有的嫡系消灭，让他们血债血偿。是。爸妈，还有10年前枉死的林家英烈们，不孝子孙林雨薇已经夺回了林家的传家之宝大夏龙雀，也斩杀了赵家的嫡系赵东来父子。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赵无极也死无葬身之地。